神兵玄奇講乜嘢？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非常之老土嘅玉系小子成長式古仔。如果單係講內容嚟講呢，其實冇咩值得吹捧嘅。但係呢，佢將刀劍融入成為一啲重要嘅角色或者設定嚟講呢，加埋強大嘅 marketing 就改變咗港漫嘅生存之道，仲拖延埋港漫嘅死期添。當然啦，隨住本書越嚟越好賣，寫嗰班人呢都越嚟越有鬥心，所以中後段呢，有啲人物寫得好好，部分嘅情節呢都可以話係經典嚟嘅。尤其係邪帝嘅成人禮，簡直就係經典中嘅經典啊！不過呢，當第二部魔兵一出呢，就開始瀨嘢，直到永遠啦。如果要講作為港漫入門，其實我覺得神兵玄奇並冇咩突破，都係老土嘢，古裝武俠。我唔會特別建議佢用嚟入門咯。如果真係想睇港漫，點解唔睇元祖龍虎門呢？其實係真係好睇同埋刺激嘅，而且喺漫友寫嘅嗰一段啦，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又有翻啲時代感啊，一啲都唔老土嘅。如果你都覺得元祖龍虎門哇太舊啦，幾十年前嘅嘢，咁翻追和仔嘅殺道啦。老實講，玉係嘢好難話係一部好嘅入門作品咯。我係動漫廢物嘅漫友者。大家好，我係子明。新意哥叫我講兩句講下神兵啦，講一講啦，兩句嘅咋嚇。神兵啦，咁其實自己嚟講就第一本睇港漫就神兵噶啦。咁其實神兵作為入門嚟講呢，就幾 OK 嘅，因為睇得幾舒服。嗰陣時亦都見到幾多人係一齊睇港漫啊，咁亦都係由神兵開始啦。咁其實港漫講開就好多人嘅印象都係打輸啊、肌肉佬啊，啲肌肉好膨脹啊。但係神兵初入去嗰時，感覺冇咁強，即係冇咁有一種肌肉感啊。咁其實神兵喺個畫面方面呢，初入去呢就冇咁大壓力啦，比入門睇嘅時候就會幾舒服嘅。咁另一樣嘢就係神兵喺初第一話嘅時候呢，其實小伙子冒險啊、成長啊，即係一啲欲記住老土嘅嘢啦。咁其實亦都冇嗰種嘅俾你嗰種背負感咯。相對起其他作品嚟講，其實神兵係不易入手嘅。咁亦都佢裏邊嗰種好英雄啊、好奇遇式啊，亦都其實幾似呢而家幾興嘅少年嗰啲 YY 小說啊，嗰啲咁嘅後宮系作品咁樣。係可能畫風方面冇佢哋嗰種文啦、Q 啦，但係作為入門，我覺得其實亦都相當地好啊。咁亦都唔會好似其他作品咁過長啦。即係如果你話龍虎門嘅，你可能要幾多舊語啊，你先至會對佢有印象啦。或者係你覺得嗰陣時嚟講，你古惑仔又會太長啦。咁所以其實神兵作為一個完全全新嘅長古仔就非常之好啦。咁加埋其實武器潮當時嚟講都覺得哇啲嘢型啊勁啊，咁亦都對睇港漫新入手嘅人都有幾大吸引力喺裏邊啦。咁除咗神兵之外，咁有啲咩書其實易入手呢？咁或者入口呢？應該咁講。其實當時嚟講，我自己睇呢個另一個睇有天子四。其實我覺得天子四作為港漫嘅門口其實幾好啊。咁有啲人話我唔係喎，天子四有嗰啲咩武功啊、天劍嗰啲啊。咁其實任何一套嘅港漫作品都有啲武功喺背後啦。其實我又覺得呢一樣嘢唔需要太考究。你基本上有隻天妖、天魔怪獸，其實從來都唔係問題。你話神兵嘅天魔啊冇源頭呢，其實你都一樣咁樣設定。反而因為佢裏邊會引用到一啲天子舊嘅3啊、1、2啊嘅情況呢，反而令到你作為一個新入門嘅人，可能會更加想睇其他港漫。咁所以入門嚟講，反而天子四呢作為一個魚鈎呢，勾起其他人睇呢，就更有一種嘅效果喺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咁，會唔會其他仲有啲神兵 F 啊？嗰啲就係太多嘅嘢要引用啦，咁令你更加難去入手。所以其實我覺得除咗神兵之外啦，天子四亦都好。咁另外司徒劍橋嘅溫群啊，同埋城寨啦，亦都係易入手嘅入口嘅作品啦。因為個畫風相對比較宜人啦，對而家睇唔慣港漫人嚟講啦，咁其實都比較容易接受佢嗰種嘅畫風同眉目。咁所以佢哋喺年青人市場裏邊都比較容易受歡迎啦。係講住咁多先噶啦，咁交俾其他人啦，交俾你阿新李。